從新手村畢業都有考核標準嘅，咁做到呢4點就可以話唔再係新手啦。第一個，認清自己，不再以為自己可以捉住所有嘅行情。咁每個人性格唔同，道路唔同，揾啱自己嘅定位，知道自己適合乜嘢，唔跟風，唔貪心，只做自己可以捉得住嘅行情。咁第二，認識到風險管理嘅重要性。好多人能夠判斷啱方向，甚至入場點、出場點，但係卻倒喺黎面前嘅黑暗，因為佢哋冇倉位管理嘅概念。咁交易市場風險無處不在，無論何時考慮嘅第一件事都係先活落去。第三係情緒控制，咁做到面對任何情況都能夠冷靜分析，杜絕衝動，唔再因為浮盈浮虧而開心難過，平常心面對一切。咁最後嘅係有自己嘅交易策略，或者係系統成套嘅交易計劃。計劃可以減少交易嘅隨機性同埋盲目性。從分析市場執行交易到盤後總結優化策略，必須有自己一套自己嘅系統。計劃你嘅交易，交易你嘅計劃，呢一個係從新手到高手嘅關鍵一步。咁做到呢4點，就可以話自己已經從新手村畢業啦。